唉，不過呢啲剪咧，踩一下廠房會扁。用木你點睇？用木啊，好硬喎，唔該，好重喎，可以喺面再加多2塊布剪等等。木上面加2塊剪啊！等陣啊，得有個辦法，你話如果喺個底度加多2層厚皮咁就襟啦。你講啦，着咗落去起碼高5、6寸啊！似啦，似啦，淨係似咋？咁嘅，直情係要呢只啦。喂，今日咁開心，玩盡佢啊！好啊，既然係咁啊，不如咁。借名啊？哎呦，知驚嘅，知道唔夠人高嗰種痛苦咧。哦，老公，男人生得高係冇用嘅，至緊要係心頭高啊嘛。你知唔知啊？你喺我心目中係至高嘅。